寧德時代在港作第二上市，今日起公開招股。集團計劃發行1億1800萬股 H 股，當中7.5%喺本港公開發售。招股價最高為263蚊，集資最多310.6億元，每手100股，一手入場費大約為26,565蚊。預計將會喺今個月20號掛牌。美銀證券、中金、中信建投同摩根大通為聯席保薦人。以寧德時代 A 股上個星期五收市價計算，如果招股價以上限定價，將會高出寧德時代 A 股超過1%。喺扣除上市開支之後，集資淨額為307億元，當中90%將會用喺推進匈牙利項目第1期同第2期建設，餘下將會用作營運資金同其他一般企業用途。今次招股，基石投資者認購寧德時代大約203億港元股份，7745.5萬股 H 股，佔發售股份接近6%。科威特投資局同中石化各投資5億美元，各自認購超過1473萬股 H 股。寧德時代有望成為本港過去4年以嚟最大規模嘅上市活動，亦都係全球今年最大型嘅新股集資。